来看去年小坑风台的是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哦，伊下班骑奥多摆去互路边落落来电线，颠到阿妈棍，受伤真严重哦。台大病院气管医师团队利用主动脉做一工程中建的技术，把这个人的命救回来。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咱做伙来了解。 2023年10月初5，小坑风台侵袭台湾。24岁曾先生下班骑奥多摆，互路边顶来电线颠到颔棍仔，引起颔棍仔外伤，并且造成气管严重破损，性命有危险。现在有状况有病了，大家就想说打给家人吧。对啊，叫他来找我。曾先生因为声大神经受损，只敢用气音讲话。 伊表达对医疗团队的感谢。伫迄当阵出代志的时阵，曾先生随被送到最近的病院治疗，进行紧急的气切的手术，要搁转送到台大分林分院治疗，搁进行初步的气管的修补，要搁转到台大总病院进行主动脉做一工程气管重建手术。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大家想想看，他说他那时候的时速40-50公里，突然被电线缠到。以前大部分这样的病人根本就是在现场就直接就往生了。脖子的简单讲，脖子上半的气管全部都坏死了。因为曾先生伊的病例是全世界第一例以主动脉做一工程修补因为外伤所造成的严重的气管破裂的案例。 医疗成果伫今年7月刊伫美国的《新生气管外科》杂志的技术专刊。那因为他的病例算是这种重大气管创伤，用捐赠主动脉来移植，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例。气管的医师团队到即马已经执行过5例重大气管病变的主动脉做一工程重建，或者是移植的手术，其中3例到即马抑搁活着的，成功率有60%。 以后将会向卫福部申请临床试验，检测上贵的医疗手术有健保给付，希望会当帮助更加侪气管伤过或者是有重大创伤病人恢复健康。记者综合报道。